3.4 麻醉科醫生會用面罩俾你氧氣。麻醉科醫生將經由塑膠導管注入靜脈藥物，開始進行麻醉。喺麻醉過程中，麻醉科醫生需要控制你嘅氣道同呼吸。麻醉科醫生需要將塑膠導管叫做氣管插管，通過口部進入你嘅氣管，或用其他設備維持你嘅氣道暢通，確保呼吸無礙。麻醉科醫生會全程陪伴，為你施用麻醉藥及止痛藥，監察你嘅生命表徵，仲會視乎情況提供適當處理，確保你安全。大部分手術完成後，麻醉藥即會停止施用或解除，你將會恢復知覺。部分病人因為身體狀況或因為接受大型手術，需要轉送深切治療需要轉送深切治療部觀察。換
接受輕度麻醉。麻醉科醫生會確保你手術後會得到適合嘅監察同治療，確保你安全。你需要喺恢復室你需要喺復甦室休息一段時間，直至你嘅生命表徵正常同穩定，並且完全清醒。